將願望送去邊先可以實現？飛越夢想之地，可唔可以重遇記憶中嘅你？願望漂流到港灣，有緣人會唔會望多一眼？踏足自由嘅地圖，奇蹟自然就會嚟到。或者喺童話國度，願望嘅種子可以孕育出土。奔馳於不羈大地，但願夢想唔只係希冀。遠在天邊，就在身邊。Movie World Cinema。2012佳節壓軸獻禮，薈萃全球影展得獎之作，奇蹟只要留心眼前。